乡亲后早，欢迎收看今仔日8月28，公司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丹妮。咱赶紧来关心风台上新的消息。今年第9号风台苏拉，今仔日透早减弱做中度风台，这是爱路线会转向北平。气象局预估，上紧伫咧今仔日暗时到明仔载透早会发布海上风台警报。今年的第9号风台苏拉，伫今仔日透早2点减弱成做中度风台，即马伫五南北南东方的海面，以1点钟10公里的速度，向北东转北的方向山顶动。估计早起会开始转向北平，向西北对台湾划过来。拜3、拜4风台上划台湾。它今天是以逆时针方向旋转的这个路径，大概在24到72小时这段时间呢，它还有可能会略微的增强。国家灾害防救科技中心会证世界各国风台路线有测，包括日本、欧洲模式等有无路线，拢对苏拉的路线有做修正。风台的中心有可能未接触陆地。气象专家讲，苏拉往台湾的时阵威力上强，风雨拢会正大，尤其拄好是大满流。第一个受影响的华东、恒春半岛加宜兰，降雨量拢会正大，民众要特别注意。它的这个强阵风跟这个比较大的瞬间强降雨，农历期间的这个大潮，我们在云林以南沿海低洼地区要注意所造成的这个海水倒灌的现象，可能会很明显。气象局按算8月暗到拜2透早发海上警报，上紧伫拜2下昼到拜2暗发陆上警报。苏拉有可能伫24点钟以内，搁再增强成做强烈风台。因若即马伫咧关岛附近海边的热带性低气压，今仔日有可能发展成做轻度风台海葵，两粒风台有可能会互相影响。记者综合报道。各位乡亲，咱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台湾各地甲外岛是侪云甲好天，过到南部甲大台北地区会有西北雨。咱做伙来看云图。今仔日台湾各地偏乌、金门、马祖是侪云甲好天，东北部部分地区会有短暂雨。过到南部甲大台北地区会落西北雨。因若山区有部分地区有可能会上大雨，民众若是出门，都要会记得早雨伞甲雨帽。因若气温的方面，各地高温差不多是32度至34度，其中台东县是柑仔色的灯号，可能会出现连续36度的高温。尤其是拜3风台瓦近会透东风，因若闪风平迄时，也就是桃园到彰化，可能会有火烧风的情形，气温会到37度以上。民众若是出门，都要注意风拍，水都要加啉寡。另外，受到风台苏拉外围环流的影响，为明仔载早起开始，台湾东南部的海面平均风会加悬到7级至8级，上大阵风有到10级。若是有出海的民众，都要特别注意。昨暉伫咧国道2号发生一件钢条去撞到车意外，有一只连结若像是无保持安全距离，向打洞刷去弄到头前的车。车道顶悬10吨重的钢条，因为无固定好势，怎安尼直接飞出去，去撼到人的车。地势拢总有6台车是规个拢做伙。加在这个车主是干那轻伤尔，无大碍。因若事故的原因，要爱厘清。黄色 H 型的钢梁就安尼直接撞伫头前的保时捷，毋但车顶规个猫落去，挡风玻璃嘛碎去。另外一台白色的轿车的车尾嘛受波及。26下晡，国道2号西向6公里，台铁交流道的出口路段，一台载 H 型钢梁的大货车，好亲像无保持安全距离，紧急动车，造成6台车对撞，1个人受伤。总计造成6部车的事故。其中1名驾驶人受轻伤，意识清楚。那各车驾驶人9车值均为0。同款弄做堆的，也有伫国道3号苗栗后人上北的路段，26中道有一个细心的货车驾驶，伫经过国道的时阵，好亲像无甲放车顶的阿鲁米推白护条落伫内边的车道，煞造成对伫后壁车挡袂住，拢总造成5台车对撞，把挡掉全线道路，敢若剩路径会当通行，好甲在无人员伤亡。小客车于车顶载运底区，因未捆绑牢固，致掉落于内侧车道。该车辆并停于掉落地点下游外侧路肩约100公尺处，等候警方处理。本案共造成5辆车辆事故。
根据国道高速公路局的统计，当年国道差不多发生4万件物件落落的事件。警方提醒用路人，载货物唔通超车、超悬、超长甲超载，物件嘛爱绑好条、放好平，袂使超过车身两边。若载运货物落落去造成意外，会依照道路交通处罚条例，处驾驶人上悬罚到1万8。记者综合报道。伫高雄有民众3年前的时阵，一家伙仔3个人去庙里拜拜。搁炸胡仔水转去啉，想袂到啉到到底，煞是出现头壳戆、话沙咧乌白讲等等，那像是中毒的症状。送病院了后，才知影这胡仔水内底有去掺着有毒的南洋金花。这种花看落是那像倒掉的腊八花同款，若是严重者可能会死亡。也那市府卫生局是回应讲，这个案件已经是3年前的旧案件，事当时并无接到任何通报，会搁调查敢是有违反医师法相关的规定。开水响的白色花蕊看起来真优雅，不过种大花万多罗规丛拢有毒。高雄基丁区有一家人，爸爸妈妈甲后生去某一个宫庙看诊了后，摕胡仔水倒来啉，20cc 了后开始出现症状。老母乌讲白讲，互送病院，后生甲老爸后头壳咸，侪无方向症状。医师发现3个人啉的胡仔水拢有泡这种花，出现中毒。因为我们很难去控制它的剂量啦。所以说一般人使用，有些人可能觉得还 OK， 那有些人对他来讲，他的剂量就会比较大，他可能就会产生一些症状。3个人啉无济，经由支持疗法，事发迄天也是隔天就出院。大花万多罗属有外来种，台湾伫中海拔以上地区定来看，地形是规丛拢有毒。加治症质毒性上大，医师提醒皮肤接触未中毒，食落去才有危险，上严重恐惊会死。也有其他表示指出，一般胡仔水大部分，互民众摕转去切切洗洗保平安，也袂掺其他物件。普通我庙宇是拢用神明咧拜拜的花，啊，这花啊，互转去挂夫人，挂落水洗洗，家囡仔切切安尼样。市府卫生局讲，这个案件是发生伫2020年3月新冠肺炎疫情发生期间，当时无接到通报。后续的调查公庙是不是用这个胡仔水讲有疗效，涉嫌违反医师法，也提醒民众毋当听信偏方，也是食无有医师资格人员所提供的药品，也是食物。记者综合报道。今麦休热就伫要结束啊，有不少家长特别带囡仔去高雄的基顶耍水。不过，查访所传出有真侪人的脚、面还佫有手，拢去摸到唔知为倒位来的乌油。初步了解，这个乌油有可能是顶个月月底伫高雄港外口沉去的迄只天赛轮流出来的。港务公司嘛已经派人去清理，也那基顶的海沙埔啊，嘛决定要暂停开放3天。上期民众一直骂，讲代志发生半点钟啊，无任何官员来到现场处理。伫现场洗脚民众拢捌落水耍水，代志发生伫这礼拜六暗头啊。当天下晡3点了后，陆续游客反映，耍水时阵去摸到深色的油，面手脚拢真黏，也有对台中来耍的游客也捌甲规身躯。那个台中过来骂什么？说你们我有听他讲，最烂的那几个。所有的这个机关推来推去的状况，让我觉得政府机关为什么没有在第一时间就隔离民众，只是呢在这个岸上做了一次的广播。当时在场这几间的民意代表，经过各电话协来，也积极起诉相关单位，当时处理不好。最严重的地方是有100米左右，我们已经用封锁线把它去封锁，然后去禁止游客进入。你觉得好像水有一点点粘性是真的，好像有一点点。高雄港务分公司无排除污染源，敢若是天赛轮的残油飘到沙埔，甲沙结冰了后正水油球，有个污染范围大约100公尺，又甲沙埔封起3天。到礼拜下晡3点，总计捡到大约12公斤。初步现场敢若一寡线油球无扩大范围，来检查其他的沙埔也无发现有油。也强调天赛轮残油抽除作业，到即阵无大量泄漏，也是油管憋气的情形。每工有4只工作船监控海面，到即阵敢若发现一寡油灰啊，会以上严格态度避免污染海域，造成生态冲击。记者综合报道。高雄亲咱做伙来看今仔日早报的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根据主计总处的调查，2012年咱国内平均一户欠的钱是274032块，创下2年以来第2悬。主计总处表示，去年疫情较缓和，所以真侪民众拢出门行踏，消费是较侪过收入。
所以一毫欠的钱有小可减少，不过还是咧较广泛范围。所以咱来看联合报，日本福岛的第一号电厂24开始甲核废水排入海，这是引起中国强烈的反弹。原底28至30，日本的国民党党主席山口要去拜访中国，二老说是讲中国北京甲因通知讲都要延期。然而中国的民间反对日本的声音，即慢慢愈来愈加悬。日本媒体认为讲两国的关系百面是恶化。咱来看中国时报，卫福部小署顶一日预告苯巴比妥甲氯二氮平这两个药啊，会纳入第4级的管制药品，上紧9月份就实施。然而基层的医师是感觉真反弹，因讲只要一两粒药啊漏交去，都要罚6万块，安尼是伤过严格。甚至有人放条讲，规期以后就卖开相关的药品。卫福部长试水员昨天暗时是向宣布，这个管制会暂缓2个月至3个月，但相关的配套出来了后，才会实施。所以咱来看长照提供的免费送餐服务的对象，7月份开始会各一届调整使用者的资格，会对目前长照认定的低收入户，塑造是社会救助法的低收入户。未来新的申请的中低收入户，可能要加付10派费用。志工来送食的物件，由人口老化，长照2.0免费送餐服务的人数，对102年的9479人，到去年已经达到25745人，成长2.7倍。卫福部7个公告调整，营养餐饮服务使用者资格核定原则。未来新申请送餐的个案，毋但会符合 CMS 评估2级到8级，免费送餐对象也函数真做社求法的低收入户。这一次就做了一个餐费的一个调整，哈，我们调到100块一餐。那在志工的服务的交通费，我们也提高了。社救法的中低收要不要收10%的这件事情，我们还要内部还要再讨论。长照司讲，即摆调整希望对过往较宽松的长照认定，回归以社会救助法标准来认定。旧案送餐无受影响，原先中低收入户爱家己付10%的费用。也有社福团体烦恼讲，新申请的中低收入户无免费送餐，每个月增加负担，部分个案的日常生活恐惊受到影响。我们现在的社救法有一些说子女都嫁出去的，女儿都嫁出去，她的收入都算老人的话，老人是不容易有取得低收入户的身份，可能很多都是中低收入户。卫福部讲调整了后，中低收入户家己付的餐费补助的部分也伫讨论。因为主要想要鼓励中低收入户的民众，沿到社区的长照据点使用用餐的服务，沿甲人口往来，也是改用客家服务资源备餐，找到更加适合家己用餐的模式。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咱来关心美军有一架直升机，27的时阵，伫咧澳洲的北领地演习的时阵下落来，造成3个美军不幸死亡，20个人受伤。美国海军陆战队一台 MV-22B 系英式运输机，伫咧27例行训练时阵摔来，造成死伤。美军达尔文陆战队轮调部队发声明，几落位重伤的人送去皇家达尔文病院，原因还佫伫咧调查。This morning, 2 US Marine Osprey aircraft left Darwin and flew to the Tiwi Islands, 80 kilometres to the north of Darwin. After 9 a.m., our Joint Communications Centre received reports of an aircraft crashing on Melville Island, around 2 kilometres inland near Pica Taramal. Those injured are 23 US Marine Corps soldiers. 这项演习有澳洲、美国、菲律宾、印尼加当地分2500万人参加。A US aircraft was involved in Exercise Predators Run 2023. The initial reports suggest that the incident involves just US Defence Force personnel. 澳洲9号电视台有报一段对话录音，有一位美国军方的官员向澳洲塔台通报，涉机的地点附近发生重大火警。为了要影响愈来愈强的中国，美国、澳洲这几年加强军事合作。目前有差不多150位美国的海军陆战队队员驻守伫咧达尔文，每年有2500人来这轮调，是亚太地区部队整训的一部分。这边12天的演习本来要到9月初7才结束，陆海空三军拢有参加，不过意外发生了后，规个拢暂停。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罗西亚甲乌克兰的战事到当时还未收煞，即马乌克兰所传出空军伫咧训练的时阵，伫半途中烧亡的事件，
造成3个飞行官死亡，其中一个阁是真出名的战斗员，才29岁。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讲，国家失去优秀的人才，伊是感觉真痛心。怪兽伫事故现场开学破碎的训练飞行机窗下互坑做火。乌克兰当地25北部城市日托米尔搭咧做空军训练，所发生2架 L-39训练机烧亡的事故，造成3名飞官死亡，其中阁有包括乌克兰有名战机飞行员皮尔斯契科夫。Guy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from the NATO, and from the other allied country, they taught us basics. They taught us some specific tactics. And some techniques to be effective. 国防国籍的飞行员皮尔斯契科夫过去捌伫俄乌战争开拍的时阵，伫俄军强烈攻击、首都指挥时阵，开战机伫空中甲俄军颠倒，平安降落，就开始出名。为了保卫国家，伊嘛积极去各国，说服西方国家提供乌克兰 F-16战机。暂时欧美国家已经答应，伊说也未等到战机送到位就过身。今年29岁，对此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嘛表示痛心。Державі дуже мої співчуття рідним та близьким. Усім, хто знав хлопців. Триває розслідування того, що сталося. Деталі говорити зарано. Звичайно, будуть з'ясовані всі обставини. Звичайно, Україна ніколи не забуде кожного, хто захищав вільне небо України. 俄乌战争已经满1年半，对乌克兰在各地反攻。俄罗斯26表示，过去24点钟已经伫真济战线反制乌军，各甲乌军37架无人机拍落来。对此，乌克兰表示已经向克里米亚发动攻击，另外嘛伫30多场战斗内底毁掉俄军的弹药库甲武器，造成俄军死伤。公司新闻台是唐平玉。继续咱来看，美国前2天啊是连续发生枪案，上新的一个案件是发生伫咧佛州的一间连锁商店，当地时间26下晡。有一个白人的男性，伊入去店头内底，举枪向一阵非裔的民众扫射，了后自杀。包括凶手在内，拢总有4个人死亡。然后 FBI 嘛已经以种族主义甲受训犯罪方向来侦办。非洲的民众大家为做伙，心情真悲伤。美国非洲杰克森维尔市伫当地时间26下昼，有一位白人的男性。撞入去一间平价连锁商店开枪扫射，造成3个人死亡了，家己开枪自杀。当地警方证实，死者拢是非洲的。We are not identifying the deceased victims at this time, but I can tell you that there are 2 male victims and 1 female victim. All of the deceased victims are black. 警方表示，枪手是一位20统计白人男性，穿着战士甲，手拿着 AR 步枪甲手枪，撞入去商店内边。其中一个枪顶头一个纳粹的图形，枪手的目标正明显，拢是非洲的族群。FBI 已经把这件案件调向种族主义受训犯罪方向调查。This shooting was racially motivated, and he hated black people. He wanted to kill niggers. That's the one and only time I'll use that word. 代志发生的所在是非洲的社区，伫历史正久的非洲的名校。爱德华沃特斯大学附近，对这件枪击事件，市长甲议员拢表示无法度接受，也感到真愤怒。And this is unnecessary. You know, it's unjust that we can't even walk on the sidewalks. We're not safe in any stores. Well, I'm heartbroken, obviously. This is a community that has suffered again and again. 另外，伫波士顿26有一场游行也发生大规模的枪击事件。至少7个人丧命去。美国职棒大联盟芝加哥白袜队主场25暗比赛时阵也发生枪声，造成2位女性受伤。美国伫一礼拜六发生几多件枪击事件，正无平静。记者综合报道。伫印度一个车头或者马道内，2日有一载火车的车厢所发生起爆的事故，那亲像是有乘客把规个车厢包起来。偷偷炸加速桶去车顶煮咖啡，才会发生这个起爆意外，造成至少10个人死亡，20多个人受伤。也有欧洲国家罗马尼亚有一间加油站发生爆炸2解，包括消防员在内，拢总造成1个人死亡，57个人受伤。
火车车厢互相甲乌索索，佮一直清白烟。铁路边啊，佮有2-3个鼎，互等伫路边。印度塔米尔纳都省的马杜赖火车头，日落透早有一只雕成游客包落来私人派对车厢，常常发生起爆起火，造成真侪人死伤。तो ये एकदम आग जली उठे, हम लोग भागे। तो भागने के बाद जो भी अब चारों तरफ से दरवाजे बंद थे, खिड़कियां भी बंद थी, चाबी ढूंढे नहीं मिल रही थी। उसमें फिर एक प्लास मिल गया, जो आगे लोग था उसको।当地官方媒体报道，这只车厢是17位北方省乐可闹出发，日落透早3点半外到马杜赖。车厢当时đang准备要接去另外一班火车，继续去清奈。期间技术游客偷偷走gas桶上车，做咖啡的时阵引发爆炸。消防人员赶到现场拍火，2点钟了后才把火拍花。刚刚发生爆炸的欧洲国家罗马尼亚，当地首都布加勒斯特一间加油站的猪油槽，日落暗时熊熊爆炸，造成至少1个人死亡，40多人受伤，其中有8个人因为伤势严重，爱插管治疗，各病人爱转去其他国家治疗。Civilă, mai mult ca sigur în noaptea aceasta credem că un număr de 4 pacienți vor fi transferați în Italia și în Belgia. Încercăm să salvăm cât mai multe vieți. 加油站暂时已经发生2届爆炸，第一届爆炸了后，大火拖烧其他猪油槽，甲附近一栋民宅。后赶到现场，消防人员赶紧疏散周围700公尺的民众。了后，加油站发生第2届爆炸，现场有至少超过20名消防人员因此受伤。暂时当地已经出动25台拍火车来拍火，也毋过火势犹原继续拖烧，后续有可能会阁发生爆炸。公司新闻台是董炳耀。今仔日国际上还阁有啥物大代志？带各位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美国共和党籍的联邦参议员格兰姆呼吁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宣布明年举行大选。泽伦斯基讲，还未战争的时阵，举行选举都要开1亿3500万的美金。伊讲，伊唔知影战争都要开偌济钱，伊袂摕买武器的钱去办选举。若美国甲欧洲若是会当分担选举的经费，而且阁经过乌克兰国会批准，那呢就有可能来举办。来看日本福岛24架核废水排入海，中国开始出现反对日本的声音，有民众打电话骚扰日本的机构，甚至甲中国的日本人学校牵石头。日本外务省日前针对伫中国的日本公民甲游客公告建议的事项，伫中国若是非必要，唔通大声讲日语。根据法新社的报道，希腊东北边境发生火烧山，为土耳其进入希腊的移民，请在经过这。目前的火势拖烧到今是已经到第9天啊，造成20个人死亡。然后州政府是搁一届呼吁大家会当家2到3天，而且提供资源。再来，咱来看2024的选战，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将会去云林造势。第3届拜访张英美，总算才好见着面。也那赖清德同款是去云林参加李国乡亲后援会活动。伊讲台湾受到威权主义的威胁，一定要坚守主权。另外，郭文德去台中参加青委会营队的活动，访问着讲伊拜六的时阵伫家己造势，熊熊停电的代志，这届伊是无阁回应。来，市长欢迎，欢迎。前云林县长张英美亲身迎接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佮握手致意。侯友宜27第3届拜会张英美，总算见着面。因为张英美7月捌表明挺鸿海创办人郭台铭，侯友宜也是尽力争取支持。除了到云林造势，侯友宜嘛佮有更加艺术团体关系，佮批评民进党的劣龄政策。说为什么老是要砸钱来补助台电？你的能源政策从以前到现在都是错的嘛，所以错误的政策比贪污还严重。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出席云林外地乡亲协援会活动，提出让云林转型做农业、生物科技的大关，也表示台湾民主自由受到威权主义的威胁，叫乡亲着爱国守护台湾，坚守主权。现主是台湾的民主甲自由受到空前的威胁，我希望云林县的父老乡亲时代发挥过去的精神，同管国站出来。同款国举头旗、箭头阵来守护台湾的主权。
我们不分男女老少。现场受到热烈的欢迎，郭台铭到新竹做社区观声量，佮大声批评民进党政府确实真济。民进党政府贪污腐败，弊端丛生。民进党的立委除了担任表决部队以外，有没有提出任何的像样的、有内容的咨询跟政策？民众党总统参选人郭文铁到台中丰原参加青委会应对活动，对于日家己活动停电的议题，郭文铁无加回应，快速上车离开。记者综合报道。即嘛因为科技的进步 ，AI 技术应用的范围嘛真宽。其中一种会当换人面的技术，只要用一张相片，就会当用电脑搭去另外一个人的面的。上惊就是有人会想空想芳，摕来做诈骗的工具。刑事局特别拍影片来提醒民众，目睭看到的无一定是真的。若是要汇钱的时阵，会当先甲对方约一个暗号，或者是叫对方伫咧面的头前下手，都要细致，唔通去互骗大耳。随着科技发达，深度伪造、变脸的时代来临了。不信，我现在就变成你的同学。女警的手伫面头前一个，马上变另外一个人的面，佮一届本来是女性，煞变做阿公仔的面，连声都变老声。爷爷现在要去买天山雪莲了，赶快把信用卡的账号密码传给我。刑事局去辨面变相影片，就是要公开诈骗集团安怎利用 AI 辨面的技术，用假身份骗人。因为进前检警都捌查到，花莲有嫌犯藏伫民宿，利用 AI 辨面的程式，假中国公安诈骗。因为看到无一定是真的 ，AI 辨面其实原来有漏棚，会当要求对方伫面部一手，都有机会认出真假。可以请对方以左右转头的方式，或以手部在面部前面快速挥动来破解。如果他不是本人，而是可疑的视讯诈骗，您会发现他的脸部有模糊的状况，而产生十分不协调的感觉。AI 的方法看到哪亲像真的，无定着咱往来当看书办事，尤其是转校进前，上好甲亲友约定一个您才知影的密语，提高防止诈骗集团假作亲人还是名人的身份骗人的可能。记者综合报道。电影风上头，特别开学啊！台中北屯的埔子国小2期的校舍无法度伫咧新学期完工，造成一年的新生有13个班，拢总350个学生，都要去到3公里远的三公国中照教室上课。这个消息一个出来，家长是感觉真反弹，因烦恼囡仔会有适应的问题。因为市府教育局嘛讲，会监督时间的进度。上百位家长来到台中北屯的埔子国小，有人情绪真激动。原来是就要开学啊，验过小学的2期新校舍无法度伫咧新学期完工，造成今年要入学的1年350位新生，要照其他学校的教室上课。觉得年纪有差距，所以怕基本上可能觉得这中间就会有一些影响。因为说实在，就是也不确定，就是三分国中的学生他的状况如何。叛逆的国中生他是受控的吗？没有办法针对问题生管控。第二，刚刚说是独栋，但是其实廊通却是相通的。对，我觉得这个问题根本没有得到改善。家长讲，囡仔送去3公里外三公国中上课，若交通有问题，小学1年甲国中生年纪差这么多，设备可能无适用，也可能有适应或者是霸凌的问题。学校强调会甲国中的学生分开。两校的孩子，他的活动空间跟范围是完全不同的，包含厕所的使用这些完全不同。学校解释，市府是伫2021年便有算起2期校舍。工程客桥本来是定今年12月完工，不过最近一直落雨，互厂商答应的要提早完工跳票，开学了会派交通车统一接送，上紧10月会完工。教育局正全力督促厂商赶工，尽速完工取得使用执照之后，即可让孩子回到新校舍上课。相反校舍无法度伫咧新学期完工的，也有太平区的新高国小。台中市教育局讲，除了要求厂商赶工以外，也要求学校加强配套，完工了后，赶紧让学生转去原校上课。记者综合报道。所以咱来看，伫咧高雄有一个下性别的司机邱小姐，因为咧载乘客的时阵，下安全带等等的问题，甲乘客起冤家，而且坐伫咧副驾驶的这个查甫人，
讲明伊是真妖等等歧视的话，原本已经有甲伊提过，不过后来对方是有敲电话甲伊讲，迄当阵伊酒醉啊，才会黑白讲话，所以嘛有甲即个司机回失咧。因若即个司机要唱嘛决定不爱甲伊过啊。这阵查甫人叫车，车才开无偌久，坐伫前座的乘客就甲司机冤家。前面安全带要系哦，把音乐关掉。前面安全带要系一下。音乐关掉。因为双方吵到真无欢喜，坐伫前座这查甫人就要落车，搁不爱付钱。司机讲要报警，落车人搁出去甲人侮辱。三线的，人妖要可以立马报。区小姐是跨性别司机，伫高雄开车已经3年多，2000早起7点多，互人用歹听话侮辱。伊讲，即个骂人的查甫人看起来是啉酒醉，不过只是第一遍互人安尼侮辱。本来已经去法院提告，不过要让对方下昼有敲电话来回失的，讲家己啉酒醉，所以区小姐决定把告诉撤回。他没有对我做出什么肢体上的伤害或者身体上的伤害，但是这些言语上的攻击，我觉得我还是得要捍卫我的，我觉得我还是得捍卫我的人格啦。他不会去意识到说他今天做的这件事情对其他人来说是一个多么大的伤害。跨性别人士互人歧视，这不是第一遍。进前就柯达饭店的主管强迫相信人小霞爱甲同事讲伊的性别温书，抑搁找理由甲伊洗掉。跨性别者扭扭伫咧找头路时阵，要用查某变数被拒绝，咩也无诚意。大部分的人又会用一种非常刻板印象的方式再去想象，所以我觉得对跨性别者来说是的，生活中容易受到羞辱，跟容易受到非常敌意的环境。彭鲁平表示，民众因为无了解跨性别者，常常会用刻板的印象甲有色的眼光甲因对待，所以就要理解性别是正多样性的，去了解并且尊重。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真侪县市拢有中正路，台中雾峰就有艺术工作者提议，把雾峰区的中正路改做是献动路，来纪念雾峰林家林献堂对在地贡献。目前地方的看法是无啥共款，因那市府是讲车路要改名，影响的范围是真大，会先了解在地意愿才做决定。台中雾峰区的中正路，毋若是串过市区的主要道路，高连进前是台湾省议会的民主议政园区，也甲雾峰林家强保地园区，会当讲是当地的交通要道。有艺术工作者提议，应该爱甲即卖中正路改做献动路。全台湾到处都有中山路、中正路，已经够泛滥了。而这个是威权时代留下的一个遗绪。台中市的台湾大道那个路段那么长，都可以改名，为什么独雾峰的中正路不能改名为献堂路？黄基文认为，雾峰林家林献堂伫教育文化甲社会领域有真大贡献。连续甲中正路改做献堂路，毋但有纪念价值，嘛见证雾峰的文书发展。到底是不是爱改名？民众有无同的看法？我觉得还好呢，对啊，还好，对，因为毕竟那个年代久远了，改了一寡后续的工会足侪了。有里长表示，雾峰区中正路为草湖桥到乌溪桥连接当地9个里，是不是应该改名？爱看居民的意见。林献堂虽然是对当地有贡献的人物，不过会当用其他方式来纪念，因为安尼来改名，可能爱付出真大社会成本。80几年的书啊，你要甲讲话改就改，就阮囡仔是甲囡仔讲，身份证要改，门牌号码要改，户口名簿要改。影响的层面很广。台中市政府表示，目前伫雾峰区中正路设户籍的，估计有4000多户，人数将近1万人。若做改名，影响会真侪，会先了解地方的意愿，再来讨论。记者综合报道。即卖咧读册学生囡仔压力是真大。目前全台湾已经有真侪学校有准学生请心理假，压力若是较重的时阵，就会当请假小休喘一下。台大学生会昨晖开学典礼的时阵，嘛宣布为即学期开始会设心理假，即学期上侪会当请3天。礼堂内底，老师甲学生大声唱校歌、耍游戏。台大227举行开学典礼，台大学生会讲过奖新的权益。学生若是心理无啥爽快、无啥拄好，也是精神状况无好的时阵，会用申请心理健康假。每学期上侪有3天。
新生听到消息，大部分表达肯定，认为伫准备考试也是人真仙，压力伤大的时阵，拢会使来使用。而且心理假无需要检附任何证明，所以讲学生短期心情无好，免看心理医师去摕到证明，就要上这请假系统就会使来请假。承认每个人都是脆弱的这一件事情，而且每一个人他都应该要就是被重视到自己无论是生理、心理上面的需求。官方的这个角度，然后就是肯认的心理假它是有正面的意义，而不是在于说就是同学这心情不好的时候，永远都只能用翘课的方式。这种包含中山、成功、台师大、甲实践、逢甲在大学拢已经推出心理假，目的是希望会用帮助同学缓解压力，并且重视甲照顾自我的心理状态。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咱台湾远洋的渔船的数量是排全球第二。英国渔船若是要探鱼，就要靠人工，使直升机为空中用看的。今嘛经济部结合工研院等等的单位，公开全球头一个无人机探鱼的技术，因要把这个技术应用伫咧远洋渔业，希望会当提高精准度甲安全性，会当增加渔船的渔获量。这种有实果也有风业的无人机，慢慢飞起伫天顶，对荧幕就让远端探勘鱼群。台湾远洋渔船的数量排名世界第二。伫过去探鱼就要开直升机，用目睭看，以经验来判断，准确性较低，也有人员安全的疑虑。经济部2月公开全世界首创的应用 AIoT 的无人机对探鱼技术。然后它可以用 AIoT 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去判读说哪里有鱼群，然后赶快通知船长就近可以去做一个捕捞的动作啊。那运用这样的一个技术的话，它的这个鱼群判断的准确性高达80%。无人机渔控探勘技术已经伫咧马绍尔群岛进行过实证，这边会当派4台无人机去探鱼，用特别的高效能一体化无人机天线技术，提供60公里以上的远距通信。业者虽然担心海上变化正大的环境，但也肯定也当省人员甲人力。只要有无人机的帮忙，这个第一个就是节省人员，还有节省这些人力，再也会替这个母船带来一些抓鱼的资讯。用无人机结合远洋渔业 AIoT 加大系统，希望会当提升渔获量。经济部2月26日伫咧高雄的亚湾新创大南方会场，公开包括无人机等30项创新科技的成果。除了连接在地远洋渔业技术，也关心正能科技解决的方法，希望用科技推动南台湾的产业发展。记者综合报道。在屏东里港有一个电湾住地区。这居民是为云南来游击队的亲人，或者是因的后代。在战后迁徙来台湾，到今也是保留因特别的信仰。今嘛有青年回乡去记录，希望把因的文化保存落来，推广给大家知影。旧历7月拜拜，传一道的好料。不过这阵民众真特别，香不是插伫咧香炉，是插伫咧芭蕉的茎，而且佮沿路摆去到涂骹。农历11接祖先的时候，我们会先取那个芭蕉树茎，把香插在上面，然后做接祖先进门的仪式。准备6样菜跟6碗饭，然后再准备茶跟酒。这是屏东县里港乡的定远住地区，这居民拢是因过国共内战的时，为中国云南去泰国、缅甸北部的滇缅游击队的眷属和后代。战后迁徙来台湾，到今这个聚落也个保留族群的信仰文化。11就接嘛，有的初1就接了，就拜了，拜到14才送，每天要拜。我们吃一餐，再拜一餐这样子。按照因的传统，伫咧旧历7月11爱拜拜迎接公妈，到7月14才个送公妈出门。这摆规拽芭蕉插香，就是咧甲公妈带路。我觉得传承这一块是很重要的。现在有很多人都把那个信仰的仪式简化再简化，我想要把那一份美好延续下来。今嘛嘛开始有当地青年登去社区访谈，记录因的信仰、故事甲料理等等，就是希望会当将滇缅的文化延续落去，嘛推广予愈侪人了解。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让全球更较侪人认捌咱台湾的风俗，云林西地举办第13届国际志工营。
国际之间透过整理旧厝、医护旧家环境等等，让游客来体验在地文化甲历史。嘛，希望这个活动会当让外国人感受咱台湾人的人情味，甲咱台湾的文化推广去互全世界。外国人提供推也为条仔卡落，换山建在清理环境。因是为世界各地来的国际青年参加训练赛礼办的国际志工营队，毋但学着安怎翻老厝、规划老家的环境等等，嘛互因愈明白在地历史。So I was very excited to work here because I love working for the community and especially in Taiwan. 在这边的古迹修复动作，他也觉得很有趣，可以亲身参与台湾承载了日治时期不同脉络的建筑体拆除，他觉得很有意义。国际志工营的高达已经办13年。有袂少志工讲，因是第一摆来到亚洲国家，感受到真大的文化冲击甲无共的建筑特性。透过一边听一边修复古迹，了解日治时期的文化安怎影响台湾的建筑。有犀利的乡亲去年佮捐出200年老厝，互营队的学生会当有所在通学习。等修复完成，会正做犀利老家博物馆，开放予民众参观。咱就利用每一摆的机会，每一摆的时间，互咱的少年朋友、国际志工营力量，大家做伙来关心这2间古早厝，嘛将这2间古早厝就大家力量来恢复，来重新来使用。后届这就是会变做咱西螺老街博物馆内底的一栋。这个活动毋但会当促进地方的发展，推动老家的文化，透过甲在地人互相交流合作，嘛互国际之间感受到台湾人的人情味，顺利甲台湾文化推广到全世界。记者综合报道。毋知大家敢有食过客人有一项真特别的点心，叫做猪笼粿，嘛是人讲的客家菜包。伊是用菜头丝甲香菇做饵，包伫咧粿内底摕去吹。南投国姓乡的社区举办课程，结合在地特产，做出彩色的客家菜包，甲传统的好料理用创新的方式来呈现。把菜头签、香菇甲肉丝放落去炒做饵，再搁包入去粿内底。这就是客人特有的传统点心猪笼粿，也就是客家菜包。因为形体亲像早期掠猪的猪笼，所以号做这个名。南投国姓乡的国姓社区发展协会配合县府推动的幸福社区计划，举办学做客家菜包的课程，和国姓、梅林、长流、甲柑仔林4个社区的妇女做伙来体验。我是梅林社区的，我们现在做这个猪笼版，较早人讲系菜包啦。欢喜，嘿对。我做绿色的草粿，艾草。112年小旗舰这个子计划妇女成长班，做我们客家庄的一个传承。由各县社区带头，示范安怎运用社区内资源来推动福利服务，发展特色。为着甲传统点心用创新的方式呈现，讲师结合在地特产，加入姜黄、虾、红壳、咖啡、甲醋米等原料，做出5种色彩的客家菜包。咱吹馒头是讲你最滚下就看是20分啊啥，就熟啊嘛。这你就吹炒10分钟左右，火慢慢，就要掀开。好吃。猪笼版好，赞。透过多元性中演习课程，互社区的妇女会当互相学习，同齐认识在地文化，也通推广社区的特色。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伫咧家己的报纸，较早有种真济用来染布的草啊。伫咧化学染料还未真普遍进前，有影是真时行。伫咧在地有文化团体最近开始种这种叫做豆仔青的草啊，要来做染料，希望把这染布的文化搁找倒转来。甲布放入去染料内底，一开始浸落去色水拢是青色的，经过甲空气接触了后，豆豆仔变做蓝色。埔子牛台湾文化工作室开办课程来教社区的人安怎染布。挂迄个收木篮，然后浸水，然后互伊发芽，后来佮伊提炼起来的收起的蓝泥，甲即摆就是对头到尾，甲染。做一解完成安尼。这种合作豆仔青的食物会当提炼蓝色的染料。较早的时阵，埔子附近地区有种真济，所以嘛带动染料甲染布的产业。为着要甲这段历史找回来，
地方为政府开始一步一步来复兴这个产业。以前伫咱的泡煮六骹太保，其实伫咱遮拢有种咱的豆仔青，嘿啊，因为咱的化学染剂开始变侪了后，咱这个行业交种的人就变少啊。啊，所以咱即届伫咧今年吼，就是想要甲伊吼。种出来，啊个重新甲打蓝，甲蓝泥吹出来。就是说，从什么都不会到一直到这一块布这样子出来啊，就整个那个很有成就感，而且第一次尝试到，就是说，看到蓝染的整个过程啊，很兴奋。古台湾文化工作室讲，透过其他文化团体的协助，甲地方人士的斗相共，即马已经有1分外地咧种这种豆仔青，虽然量也无济，但是希望这是一个开始，会当甲泡煮年度的过去，互更较侪人知影。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为了让听众者嘛会当感受古典音乐的水，有一间科技公司设计一个真特殊的装置，让听众者会当来体验音乐。这个装置会甲无同乐器的声音，伫咧无同所在震动来呈现，让听众者会当有新的体验。美妙音乐声，让听众是听甲醉茫茫。这场伫纽约举办的古典音乐会，大卡观众拢穿一种震动套装，这是专门为听众人士设计，欢迎透过穿地式装置感受现场演奏的音乐。An orchestra, I'm going to have the violins across the chest, and I'm going to put the cello and the bass elements in the back, and then we'll have some horns and stuff over the shoulders. But if I was to use it for a techno gig, it would be a kick drum, snare, hats maybe on the shoulders, so it's a little bit of a different approach. 这装置加上手环加卡棒的套环，有24个震动点，透过震动的方式带来3D 宽摇的音乐体验。一间专门研发护具的科技公司研发出这种震动套装，希望让听众者因透过无同款的方式感受音乐。过去听众人数大部分用手摸喇叭，或者是提起几啊感受震动，这套装都连听着正常人拢感觉照意记。I'm a hearing person. But I think that the idea of the immersive experience for a hearing person is going to be exciting because music happens at so many different levels. And of course the physics of music and all of that. So the idea of having access, even as a hearing person, to some of that bodily, it's very exciting. Yeah. 这种架也捌伫摇滚乐团甲女性卡卡演唱会当中使用。设计者认为，透过这种方式体验声音的震动，就算不是透过耳仔听到，依然引互听众者建立听觉记忆库。公司新闻陈慧珍编辑。在英国的爱丁堡有一个真介意钢琴的音乐家，因为看到人买的钢琴变作是粪扫，伊感觉真唔甘，所以伊就创立钢琴跑道这个公益团体。钢琴若是要会当使用，就会找新的主人。若是无法度个用啊，就甲拆起来变做是装置艺术，或者是做演戏的道具。文森史密斯弹回收的古钢琴，伊弹琴的所在，毋是华丽音乐厅，也毋是倒一间大学音乐系琴房，是伊甲朋友所创立的钢琴跑道。We get pianos that people don't want anymore, that were on their way to the dump, and we see if they're fixable and tunable, and if they are, then we offer them up for adoption. We have open sessions where general public can come in and try out all the pianos and find one that they like, and maybe give us a donation towards keeping the project running. 文森史密斯原本伫巴黎一间家具公司食头路，我将别人听到的钢琴插板拆落来改做演艺这物件，后来发现有袂少钢琴其实品质袂歹，还佫用用，就有创立钢琴跑道的想法。钢琴跑道伫这间无人用的百货公司内底，有寡装置艺术就是由拆掉的钢琴插板做的，亲像这小剧场的宽装表演场地，为看台演艺到栏杆，拢全部是来自无路用的钢琴。为推广钢琴跑道的理念，伊甲伊的职工几年前捌伫外口搭一个亲像蒙古包的大布棚，佮伫布棚内底设宽装小剧场，邀请艺术家来表演，吸引不少民众的注意。伊认为即卖社会充满用过度片的文化，钢琴跑道希望改变安尼想法。公司新闻徐家珍编译。天气要你知，咱做伙来看今仔日各地温度。
北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4度。东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4度。南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5度。北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2度。咱来看外岛地区26度至32度。风台愈来愈晚，大家都要注意天气的变化。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丹妮，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